就是因为这份的广告，台南市环保局对今年3月底刊登公报，表示对今年的7月1号起，将全面禁止民众氮粪扫未用的使用无透明的粪扫袋啊。民众认为政府政策的推动应该充分甲民众沟通。有民众上环保局的网站来查询，竟然是因为30%的民众无遵守资源回收，竟然要7成的民众来配合，相当无合理。我认为30%的人不合格，但是你用这个70%的人抢出来溜落来，这不合乎比例原则。我认为这无啥对，所以我为着这项代志，特别呢，为着这70%的人站出来讲话，30%甲70%，你应该70%的人不合格，应该政府来执行没有问题。但是30%，我认为不合乎比例原则，这项代志我认为政府要定政策的时啦，应该要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数据。而且我质疑这个数据怎么来啦？因为现场的清洁人员非常辛苦，伊无可能去给统计这过节啦。所以我认为这数据有你从何而来啊？从怎么得到的？而且这个政策成立之后，造成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个对清洁人员的那个态度会改变。你叫清洁人员怎么去执行这个政策呢？现在普遍上都是黑色垃圾袋比较多，然后因为是分类是个人的那个品性问题，然后如果我们自己都做到好分类的话，其实用黑色垃圾袋是没有差的。不然就是市面上的那个透明垃圾袋要厚一点，因为现在垃圾其实很容易就破掉，因为现在垃圾袋都是采用环保材质，但是所以那个成分会比较薄，所以变成是说很容易就是那个在搬运的时候可能会破损这样。针对民众的质疑，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长回应，根据环保局去年破地检查的统计，发觉用无透明的粪扫袋氮粪扫无合格率有3成，因此才拟定这项的草案。目前正收集民众的意见。历年来我们去做垃圾破袋稽查，包括像去年109年我们去做垃圾破袋稽查，大概有发现，针对黑色垃圾袋进行破袋，有30%左右的黑色垃圾袋里面，大概有不合格率有30%是里面放有一些支收物的部分。目前我们是在草案公告的一个阶段，那我们预计实施的时间是在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实施。除了收集民众的意见，另外环保局嘛澄清，公布的内容还有变动。除了实行的日期，然后另外嘛有3个月空档期，预计明年1月1号才会正式来开发。那至于10月1号开始，我们会有10月1号到12月31号间会有一个劝导期。那1月1号开始，民众如果执意要使用完全不透明的塑胶袋丢垃圾的话，我们会先进行拒收，会请民众将这些垃圾包能够拿回去换成可辨识内容物的垃圾袋来装填。那如果在这中间，民众如果能执意不肯更换的话，我们才会进行处分的一个动作。除了实行的日期然后，另外民众容易认为的就是未用使用黑色的粪扫袋啊。对此环保局回应，不是禁止黑色的粪扫袋啊，是禁止无透明。原则上，目前市面上的粪扫袋啊，只要会用看到内面的粪扫，无分什么色拢会用使用。对大部分的民众来讲是无受影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